下合文片名，色胖胖嘅菜餸，温柔豐醇，烹飪新傳時，用梅把公公客家人。本影片是蒙台不行而反，因為同時影響而飲合成。背嘅後順菜，貴上全熟，阿妹愛，綁好，先關注花開。條百人萬人講，眼望長得，水多熱條曬是不正好，也下人병了熱。水到高都吃演講係同真崇嘅，做事太熱殺也千無奈。講嚟後生人來，上菜無歡喜，破壞家庭氣氛。想想嘅，雖起碼無亂心照，無去做唔好嘅事情，平常也要認真上班，愛用主動學歷。做現代嘅也愛記住，一禮拜日都好有限無法通，早晨啲屋下面嘅名也，食下大比足夠體力，食飽之後，啲躺下小口歇困一下，差唔多3點，無種無事躺到流檔又響起，原來係拉嘅啲流檔下來。真想到屋下還有人吹，佢後來食住，兩餐做一餐食。想想嘅貴州省的屋下，無運動到也無淋到水，就想出去運動一下。身上補充水分熟健推車，就老拉爺講，我愛出去運動。來去菜園落阿婆天幫草，看眼小滿記，愛種下希望，任是恩愛，知假希，做好小童來到菜園，滿阿妹有奶味愛天幫草麼？阿妹想做夢想，馬上做工也想，始終做做定定愛來供用。可見佢啲菜園都嘅上色，有深度，也鋪真好，貴上色胖胖，全係草，乃有看到菜。阿妹講，也係為佢後順菜，菜用，及睇到張畫起其他菜上大佛嚟種，也暫未落水開源，草生比菜用下夾。暫會本草包食食，3點半來到菜園，雖然日頭無當老人咧，唔過古定幫草，還係甜又熱。佢在照片也有一箱送禮嘅菜瓜箱，先幫一片3杯曬到日頭，幫好將來本片上，就按用直幫到。談班裝綁好，帶來嘅一罐水都好色嗆嗆，要達到來嘅目的。因為草上邊採用下太重，啲綁草當中，下巴唔到好快流採用鹽定綁起來，將老幾中進去，甚至還會流從綁出來。阿妹係愛流從人士。我無老幾年時，做老幾病拍第一天，還有發現青島菜用貴重粘貼，明顯地頭下有本蟲嘅色膏，甚至有到相當，還有一些片冇貼起，貴重好好嘅，菜得咩本蟲嘅咬到棘棘，開起來食材做無醬。可見種菜真辛苦無簡單，但係草嘅葉把皮全按漿，完全無搶，有本蟲食過嘅樣誒，看來也掉過冇蟲誒，做係條條來，不殺人嘅。
也是天公特派來考驗人哋嘅。有10萬做啥事也會得到自家想改嘅，未認真嘅龍話講嘅，人權體現保，人難體生錯，冇辦法好笑。什夢按自細要鍾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